本食人菌的疫情菌价，今年短5个月都有上千人患着。咱台湾民众患着的这款病菌的状况，是甲过去的4冬差无偌济哦。医生是表示讲，这款菌世界各地拢有，也毋过若是身躯有空喙，佮患着，组织会不人乱去。详细状况哦，咱请尚英来为咱解说。是主播。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尚英。今仔日咱要来看的就是 A 型溶血性链球菌，也就是大家所讲的食人菌。这个食人菌伫日本到今已经有977个人去感染着，是去年同期的2.8倍。其实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互人真惊吓，也毋过目前咱的疾管署是讲，目前咱台湾一礼拜内差不多是22到36件，犹搁伫个正常的范围内。这款食人菌其实全世界拢有，所以其实伊是袂涉国际的旅游管制，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另外呢，这食人菌伊就是透过咱的喙瘾，也是讲空喙去接触感染，若准患着的人就会来发烧，也是讲喉鼻。喉鼻的意思就是讲你的脑前啊附近可能就会开始发炎，也是讲你人呢就规身躯拢生粒啊，甚至讲是瘤皮等等。其实一般人来讲呢，食抗生素就会当控制，也毋过爱注意，这药啊一定爱甲食好了，才袂搁再夹起来。另外呢，这高风险的族群到底是有啥物人呢？咱来看，就是一寡幼儿童，也是讲老人，甚至讲是有糖尿的、洗腰子的，也是讲身躯有空喙的人。其实这寡族群呢，对因来讲，这细菌恐惊就是会甲因周围的组织甲食去，甚至讲有可能来破坏因的血管，也是神经等等。所以看起来就会亲像讲是互人食一块肉同款。伫咧生活当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讲，一定要来接洗手，而且咧挂喙罨，也佮有身躯有空喙的人。千万都唔通黑白白，安尼才会当有效来避免这款的病症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通予主播。